先由后学学习导读，请各位先检查自己的麦克风是否关闭。论语八佾第三，孔子谓季氏：八佾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则以雍策。子曰：相位毕恭，天子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商，与其义也，宁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乎也。季氏旅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如弗能就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，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与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为也？子曰：未识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余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不能言之，其不足争也。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弟，自既冠而往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弟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之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史乎？子其长，季如在，季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季，如不季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。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，子路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子谓周人之子之礼乎？路大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色不主辟，位立不同科，吾之道也。子贡欲取告以取故，朔之喜阳。子曰：赤也，可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能以伪忏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君事君，如子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侯氏以宋，殷人以国，周人以栗。曰：
曰：管仲之其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宿舍能，管氏亦宿舍能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入大事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细如也；从之，纯如也；矫如也，是如也。以成。宜丰人请见献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见之，卒曰：二三子何中？二三子何患上乎？天子之无道也久矣。天降以夫子为木铎。从者和重者，子谓少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与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欢，为礼不敬，礼上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论语八佾第三。孔子谓季氏：八佾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则以雍策。子曰：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临俭；商，与其义也，临期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故如诸夏之无也。季氏女于泰山，子谓郎有曰：吾能救与？无能。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与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未死后属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余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能争也？宾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礼，是继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礼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之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斯乎？子其长。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祭，如不祭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邻媚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。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欲欲乎文哉？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
曰：色不主题，位力不同科，故之道也。子贡与曲故物硕之细阳。是一样。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伪善也。令公问：君使臣，君是君，臣是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色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知其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属社门，管氏亦属社门。邦君为君之好，有反颠；为两军之好嘛。管氏亦有反颠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入大师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细如也；从之，纯如也；矫如也；是如也。以诚。以封人请献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众者见之，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商乎？天下之无道也，久矣。天降之夫子为木铎，天将以子谓韶，夫子为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上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公宋弥勒救苦真经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匪轻。灵宝齐鲁临三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始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间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文源无测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虎隐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回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佛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之心常执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颠春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
智慧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奖，500领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祥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舍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神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2遍得超生，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李国瑞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自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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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点完诗领任各位前贤，后学今天学习到这边，各位晚安。谢谢国瑞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前贤慈悲。点传师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感恩父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洪领任晚安，林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，李前贤晚安，洪坛主晚安，林前贤晚安，洪领任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啊。